你有惊啥无？我是食糖、食铁、食塑胶，搁配阿鲁米。有毛的食甲脏水，无毛的食甲肾腿。台语真认得，愈讲愈认得。大家好，我坤爹。大家好，我欢喜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丁。咱足久无来，互你约一个题目的啊。哦，要互我约就对啦。好来，请出这跟我有关系。哦，啥物有关系？跟我有关系。好安尼哦。完全是为我设定的。量身设计。是。啊啦，有关你我无啥物唔知的啦。真的吼。你迄一个卡毛我拢知。咱未做，咱熟悉遮久啊。上嚟做几？哦，做熟悉。应该你有几支卡毛我嘛知。啊，真的吼。好，安尼我来开始吼。等下啦，我家己嘛唔知啦。好啦，来好，你要叫我约啥？请问，嘿，以下这4项，我上惊啥？好，来，带我写一个，无我头脑无好，来，第一个，惊悬。哦，惊悬。好，来，过来。第二个，嘿，惊黑，惊暗。好，惊暗。嘿，好，来惊暗。第三个，嘿，惊火。惊火，好来，惊火，好来。第4个，嘿，惊死呐。死呐。所以你即摆要叫我约啥？这4个内底，我会惊倒一项。哦，你上惊倒一项哦。是，来，你开始研究一个来分析一下哈。这个惊火你一定唔惊，因为你火。嘿，你之前讲过。我看迄电影啊，喷火啊，一定爱喷火，我敢好。哦，你看我知，你看人甲人抬甲安尼。咪咪毛毛，火西西安尼吼，老火老弟哦，你拢一直跳起来安尼，跳起来，我就开始热血沸腾。所以你一定是惊火。是。再来惊死呐，啊，你捌讲过？你讲你迄看到迄死呐，你感觉迄足水的。Beautiful。非常的水，所以你一定嘛毋是惊死呐。毋是。再来就剩惊悬甲惊暗哦。哦。你是咧东过秋雨上人做汉，应该是天不怕地不怕，你无可能会惊悬。所以我的答案是惊暗。噔噔。唔对哦。我惊悬。你惊悬？我惊悬，足恐怖诶！你惊悬？你悬到吼到3楼，我就讲袂了。真啊假？因为吼，我讲说伫我3楼诶，迄栏杆，啊我位顶悬看位下骹，我就感觉家己敢若要摔落去啊！安尼哦，迄种感觉就出来。对啊，骹底翻冷。对，就开始规个开始甲冷顺，就开始惊。啊，像迄游乐园吼，迄摩天轮啊，摩天轮，嘿啊，迄种悬的海盗船，嘿，就拢无法度坐。你是咧讲做啥物查甫人？无啦，你这种刻板印象是会讲查甫人吼，我咧有性别歧视吼，性别的歧视吼，你安尼袂使吼。对。安尼我对咱的查甫囡仔真道歉吼。是。毋是讲查甫的就啥。你爱先甲我道歉。哦，歹势。哦，原来你是惊悬。嘿啊，我讲真正足恐怖的，迄坐温毋是有诶坐温，迄。电脑推有无？电扶推，嘿，迄有诶足长啊，足悬。尤其是高铁，对，迄高铁拢迄种位足悬的所在，安尼坐。嘿，我讲，我的头前也无人咧，看我做伙徛伫头前哦，我惊到要死。啊，我甲你教一步，你颠倒头徛。我嘛是捌安尼过，要毋过安尼就会感觉家己要倒下去。啊，你手爱摸你迄个枪？有啊，我拢。甲迄个手环电条条，还是无法度克服？嘛无法度，我就是爱电条条把手揢起。哦，这是天生的吼，无法度，这无法度改，这无法度改安尼哦。啊，你有惊啥无？我是食糖、食铁、食塑胶，搁配阿鲁米。有毛的食甲脏水，无毛的食甲肾腿，我啥拢食，我啥拢唔惊。啊，真的？啊，真的。啊，你会惊家蛇咧？袂。神虫啊？袂。鸟鼠，马，蛇，马 ，tiger。等者，我感觉蛇足可追的，后来。啊，蛇足叫我。对，足可追的。哦，你个恐怖的呢。tiger 哦。tiger 较唔捌看啦。大象咩有啥好惊的？足可追的啊。安尼真正大象伯伯那。真正找无啥物会当互你惊。我就甲你讲，我啥拢。啊，无你身躯边的朋友敢有人会惊啥？安尼是咩？我有一个朋友吼。
伊惊食惊食啥？水果。水果。真正伊自细汉只要食着水果，伊就吐。我会讲水果足好食的，我啥物拢爱食。对人来讲好食，但是对唔敢食的人，就是一款的足恐怖的物件。为虾米？有甲你讲过伊的心境啥喏？伊讲吼，伊唔知伊自细汉，伊就是食着水果就吐。食到水果就吐，不管什么款的水果拢共款，只要食到水果就吐，所以伊即摆已经40几岁、50岁啊，伊唔捌食过一种的水果。我感觉迄足特别的呢，真的足特别。因为我唔捌听过有人惊食水果，可能惊食一项、两项。人伊逐项拢袂，但是人伊嘛是生了体格足好的，一个查甫的啦，体格嘛足好的。其实我较惊像迄水果啊、菜啊、菜类的这物件，有的像迄，有的人唔敢食大肠啊，有的人唔敢食青色的菜啊、绿色的菜啊，迄可能唔敢食，迄是正常。无，即有的就是，譬如说烟酸啦，对，香菜，烟酸就是香菜嘛，还有葱啊。葱啊，还佫迄个韭菜，菇菜，这款味拢较特殊啦，较青，所以有真侪人不爱食。对啦，佫有茄啊，茄啊就是我。你茄我不爱食。我介茄啊，因为我自细到即摆唔捌食过茄啊，伊的色上歹看。茄我是足水的呢。无咧，足歹看。伊有当时因为阮阿公阿嬷，阮阿公阿嬷会甲煮甲烂烂迄种，迄看起就足。所以你讲茄我足可怜的，茄我明明就生做茄我是足水。袂啦，我是感觉。我配茄我抱不平。佫有另外一项，有的菜吼，你食起来脆，脆，你脆你加起来，感觉较袂歹，迄种感觉袂歹。啊，毋过吼，大肠啊，伊的脆迄种感觉足奇怪，味吼嘛是怪怪的味，我食一喙要甲呸出来。我要讲替大肠我抱不平。你嘛足介意食？大肠遮尔好食的物件，吼，讲甲安尼。咱今仔日一分为二，跟今仔日。咱袂下啦，咱袂下，跳会啊。爱食的物件拢甲你袂下啦。嘿啦，人我啥物物件拢食，阮老公嘛啥物物件拢食。哎呦，安尼无经食。我甲你讲哦，无经食的人个性较好。真诶哦，我个性歹到底。这嘛唔食迄嘛，唔食迄啊，惊迄种人个性我就歹。哎呦，你即摆是咧观众朋友有诶，你讲恁朋友无食水果个？哦。伊人敢好？伊人嘛袂歹。安尼看啊。伊人足好。所以无准啊吼。好啦，有诶人吼，除了食物件，有诶人伊会惊，譬如讲塑胶袋摕出来的声。哦，对。我有一个朋友哦，伊是讨厌一项物件。是啊。裂纸的声。裂纸，你。伊无介意这种。你真正甲裂落，哪有要紧？无要紧啊。你唔係我講你真正甲裂落啊？裂迄聲衰你裂。過裂。有人會驚呢款聲。這聲。啊，個塑膠袋安尼揉安尼用安尼揉迄種聲。啊，個有一種是，足濟人講討厭。啥？烏幫你點來？烏幫我知。用指甲去咬迄個。哇！會驚吼。袂啊，有啥好驚？哎呦！我是真家好過。哦，我是袂啦。我啥拢唔惊，我啥物拢唔惊，向前行。对啦，你算是一个女强人啊。唔是啦，那有啥物女强人？这跟女强人有啥物关系？无变啊。就是包容天地万物嘛。哦，是啦。迄算真有迄种北长的人。北长的。啥拢包容啊。脾气较好啦。啊，对啦。啊，过来就是看迄种动物。你知以前咱的叶姐无？叶姐啊。伊上惊啥？你知无？上惊。猫啊。猫啊！伊看到猫啊，猫啊只高腿。哦嘿，伊看到猫啊，伊听到猫啊咧叫喵喵，啊来听到看到迄猫啊迄毛长长，伊规个人拢起鸡母皮。我知影，猫啊伫咱古早咱民间咧讲，有诶老人会讲吼，猫啊是不祥的动物，无吉祥的动物，尤其是乌猫。哦。伊讲吼，你伫暗时会看到乌猫的时阵，代表你。可能有啥物代志要发生？是安尼哦。阮庄脚遐有安尼讲诶。可怜的乌。所以像阮阿嬷。讲有名化。像阮阿嬷。伊看到猫啊，伊就是嘘。紧走。赶快走。是哦。安尼甲赶快走。可怜的乌猫。对啦。啊，佫有另外一种的动物。是。你知影咱迄个体育无？咱进前迄个擂台赛比赛的迄个体育。是。伊上惊就是安那。甲蛇。哦。你知影伊惊到啥物型无？伊迄工
入来伊的座位，一坐就看到家长，你怎啊跳起来走去我遐，我坐伫伊的边啊，只要你我遐甲我救咧，伊的规个手拢翻脸，啊两只骹拢两骹跍伫咧涂骹安尼啦。你看行到迄个形，迄真正惊。我跟你讲，家族我嘛感觉有淡薄仔惊。我跟你讲，我袂使不讲你是人性。无，毋是。家族有啥物？做侪查甫嘛拢会惊家族。真哦。家族吼，我你讲惊家族的查甫人唔好嫁。毋是，因为你用做查甫人，你也惊，查甫嘛唔敢拍对无？你的意思是安尼对无？要毋讲吼，家族看就一个，迄个色，啊，迄个味，伊感觉家族有一个味，家族有一个味，做家族味。对。啊，你吼，甲讲，甲有当时佫讲袂死，讲两三个佫讲袂死。哦，小强打不死。嘿，要毋讲吼，虽然我会惊。要毋讲吼，我看你家抓吼，我嘛是感觉拍好死啊。因为吼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死啊。哦，你看，这款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啊。对啊。啊，当然嘛是先来拍好死啊。我有捌一个查囡仔，伊讲伊跟老公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唔惊家抓。伊只要唔惊家抓，伊就要嫁。安尼我嘛会使啊。你袂使啦，你惊。我会当拍家抓。你惊。我会当拍。啊。我会当拍。哦，你会当拍。哎，我会当甲拍好死。好。求生员，求生能力。你无死你就爱死。对。好啦，就是安尼。好啦，考虑你。我感觉家抓是做侪人唔惊，啊，佮有一项啊，是我开我讲的鸟鼠啊。哦，鸟鼠啊吼。鸟鼠啊啦。鸟鼠啊，我其实吼细只鸟鼠我拢感觉还好。我有抓到的时阵吼，啊，互关开的时阵，我嘛感觉伊有一淡薄仔可怜。鸟鼠啊，我感觉还好，要毋过吼，做大只鸟鼠啊，我就无法度。但偌大只？我有一道去一个饭厅，去迄个餐厅食饭有啊，看一只鸟鼠，超大只。你莫遐看过。我跟你讲真的。放真的。哦，人鸟鼠遐大只，遐大只就毋是鸟鼠啊。我去甲伊讲，我去甲伊迄讲的时阵吼，伊就讲，这伊一定伫遮足久啊，伊嘛无要插伊的意思。真啊假？这大只应该是碰鼠啊，毋是鸟鼠啊。无，真正是鸟鼠啊，这大只的鸟鼠啊。那有可能这大只鸟鼠？真正足大只啊！我可能有较比一个唔对，你有较碰风啦。啊，足大只的，你看足恐怖的。好啦，你嘛惊就对啦。对啦。你就啥都惊啦，无好啊。啊，你讲你唔惊，我问你一件代志。好来，你讲。今嘛，然后网络顶悬啊，有一个网络网络顶悬有人咧讲吼，伊若当做一个房间内底，一间房间，对，内底满家纸，规个壁啊，规个裤脚全拢家纸，啊你溜去偌久？我看一下哈，溜去15分钟。你去15分钟，哦，你100万美金，你敢敢？我为什么？你唔是唔惊？100万美金，因为足恐怖的。对啊，你看啊。我无惊，我是感觉足恐怖的啊。规间房间拢家抓呢。系啊。你话讲较济钱，我嘛无爱。我敢。你100万美金呢？我紧啊，我底下我备一个啊。为着钱啥？因为我备一个。为着钱啥物拢 OK 啦。对，要毋讲吼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迄家族吼，唔通是巴肚枵来把家族，哦，伊可能会感觉，可能嘛是会食啦。无要紧啦，为着钱嘛，所以有钱使鬼会下某，你看，就像你这款嘞。对啊。好啦，无要紧啦，你好食一阵嘛，无要紧，看着钱的份上，你想讲100万美金，我就规划是，连面就有啊，我加一个无要紧。我就唔免个讲你伫遮录。啊，你啊，加做无紧，一年连面就有啊。15分钟尔。连面尔哦，无要紧，所以你甲啉过100万就你的。对，100万美金。好啊。好啦，其实我嘛想要，做想要知影观众朋友，你是上惊啥？像我惊乌，惊悬嘛。你惊悬？啊，你啥物拢唔惊嘛？我啥物拢唔惊。向前行嘛。啊，大家惊啥会当留言。大家写落来，大家咱互相来知影，你惊啥，我惊啥，大家做伙来惊嘛。对啊，是啥？对。好啦，今日到这好无？好，今日到这，后回这个时间继续支持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啊，佮有另外一项，叫做一种青椒。大东啊！啊，青椒就是大东啊。对啦。
我个都讲台东啊，伊脚本有写台东啊。你唔知影台东就是青椒。台东啊，就是青椒。对啦。哎呦，你各位观众朋友，台东啊就是青椒。现在观众一个包容一下吼，你唔知影台东啊就是青椒。原来台东啊是青椒。嘿啦，紧嘞。嘿，朋友，台语今天当伫 Podcast 嘛听会到哦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旁边，我林小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认真，互你台语愈讲愈认真。